送我走的，哎呦，买饼，有买饼，哎，坐来，哎呀，坐来，有家给你抢，哎呀，郑八仔，一天跳哪帮你们安讲了？真的要入去耶！哎，有嘞哦！哎，阿珍。你我按当下，坐来，你的正八字，你乱编故事。用吧。哎，当你乱讲，你的啥个东已经杀到底啊！哎呦，来抢你，哎呦！哎，快点哦，快点！来同讲哦，就算受到亚战年岁，你还做得勇敢对哦。正经哈，哎有奖嘛，有奖啦，哦，系嘛？挨做勇敢队哦，喺动创药嘅，错冇错冇？就妹子，错冇？錯啊，英俊啊，你講啲我老公高興30年咧，你啊生活係問題，成年都未睇咧啦，所以哦下巴啊會感覺講心肝會有空隙㗎，會多少啦，係啦。接下來我用當出街嘅方法，你用隻遊戲嚟教佢，很多原化戀愛學線片期。上班人线片期當好教，錯冇？來看下大家內心最真實嘅想法。因為等下題目嗬，有感情各種面向，大家我哋等下有分強嘅，然後縫嘅，我哋冇問題。好，唔想愛去那片，出去那片，來看出人哋聽一擺戀愛心肝度，啲煩惱嘛該，啲期待嘛該，看了啲戀愛營養滿意咯，好唔好？等下，走對，給大家起起來。來喲，來教遊戲了。準備哦，來咯。哎，準備好哎，大家準備好嘛？準備好咯。嘿，你喺縫蛇燈呢，搶蛇燈呢，馬上來踢一踢哦，好唔好？來問一下。給你假使講吼，你吃到你也在給他的你，較中意一三人吃油吃菜嘅，搶色的係享受單身，逢色的係追求你愛情。哎呀，行係愛有愛情。想一下哦，你也一三人吃油吃菜，你愛享受單身，也係講愛追求愛情。好，搶先車。哎呦，等，他夾掉開，做得啊！何志哥，你懂會做效果的。係呀，三分鐘啊！一跳恰，何志哥，因為最迷係現車壓到臉咯。佢鐵擺來尿，佢懂會做效果。哦，講解3檔我看。嚟啦，誒，好啦，嚟講下。出街嘅人嗬，較自由。誒。他吃油吃菜嘛，還有我看得出來呀，你下經濟當問題。哦，是冇嘅。哎呀，就像講哦，我這個老神菜處理了未，這個咩當好啊？我唔是 Q，唔是 Q，拍晒嚟 Q 啊！哎，跟人按嚟講，你嘅3萬9就，根本3萬9唔係佢這個獨帥。哦喲，永遠都佢相匹敵啊！摸一下3萬9，你哋選的係乜嘢？我係追求愛情哦。用版講咯。因為我很怕寂寞的人。啊，看得出來。因為咧盤啊，知己這樣子相遇，衝下好親和，互相了解。對。哎，就對 Q 啊。係啦，就算我演假咩永遠好咬壓一下啦。我一三年，哎呦，演假啊，講夢人堂啊，夢人恩啊。哦，你兩實當合咧哦。係啦。古頭永遠知道講吼，一3年就好，啊永遠知道講愛追求一個愛情。係啊，既然知道咯，加3萬9安尼分享。我知道吼，有些人難誒，因為人生行到一天嘅結婚啊，有陣時會想講，誒我行開吼，將同啱我一3年磨合摩擦，咩是挺辛苦嘅事情咧。誒，按你講咩磨唔錯？唔講話做講搶妹仔就唔係安尼想。哎呦，我話行喺上去追求愛情咯。像我老公高興30年過了哈，下巴嘅心肝會有係比較寂寞，係寂寞啊哈，下巴上講係有一隻盼啊，做得講話啊，打嘴鼓啊，係啊，要話好啦。唔過講一扎就做得咧係。一係講了3年，一百搞3扎。因為冇可能聽一扎就做得咁問題啊，有沒有踩過雷啊？係啊，我是教會家庭啊。竟然要度過黑唔錯嘅年喎。
你3年伫邊度？哦，我有感覺到啊，你只朋友吼都少冇乜嘅老實啦。哦。哎呀，你聊天就感覺講佢冇老實。安尼，你要悄悄冇上講，看佢上班人啊。等一下，我同講啊，幸好他安尼冇老實嘅故事。用班幹書到，你看1、2、3年，木主就把佢來咧。因為吼，我兩下出去聊啊，就是會傳賴嘛，係啊，傳賴回應啊，去玩的新店用班人啊，結果吼，佢本家嘅朋友看到，該隻朋友看到哦，就開始要去阻止，總得要嗌賴是錯的，把每去賴讓嗌講哦，你啊，做個參相看用班人，3用班人，哎呀，原來啊，你有談咗冇？20年嚟啦，3年參相哦，該隻朋友20年前是夠嚟啦，哦，夠噶，剛才講年lang田啊，係啊，所以啊，係啊，我冇帶強下，我帶東片去帶西片啊，帶人啊。阿叔，我感受到咧，渣男無分顏色嘅，真嘅呢。古種我就懂好奇，渣男客家話應用版講啊，火灰股啦，哦，火灰爬灰股啦，講咗得啦，爬火灰啊，爬灰股啊。火灰股，安尼我第我知道吼，你有一段感情按久誒，你這個行業另一段感情，佢唔單止係要有熱情，還有勇氣，我做踏出嘅步。TPS 乜嘢？你講3萬個就算你啊，漂片。我講有人有勇氣，當然就有人吼看透這一切了。單身咧，春八季總嘛跟先生講，哎呦，還做講伊3年較吃菜啊。因為吼大家都愛你係，因為老公做咧佢10年嚟啦，哦，你就你啊關係，1、3年關係，知道那來一陣間嘛個要定位啦，你講定位，呀老公係開啊，順嘅啦，拉嘅你就按到5年啊，叫5年，哎呦，多交啊，叫5年，順唔係冇故事，順嘅咧，順嘅。所以哦，那個搞雜亂七八糟，真艱苦嘅。因為這個單身最好啊。哎呦，真嘅咧，我聽人講，我想到講，其實感情唔單止係2、3年。你看而家講10月順咧，5年來嘅啦。哦，其實4年啊，3年冇3年冇來。哦，因為講成份唔單止係感情，還有屋企人嘅親情，還有乜嘅好朋友來了，會打嘴過友情，係所有人嚟。沙期呢度吼，呢度要嘅朋友度行了了啊，嘛那去了那遊覽呢度，安尼就親好嘅。我送你控制。還有乜嘅？而像你嘅好幾個好啲，係聽咪有錢嘛？啊，就說一家上嘅乜嘅成分，一家1、3年唔怕，有順嘅，吼，安尼就一家這個照顧一家，順到一家成功啊，知道單身安尼躺起來。冇嘛唔好。唔講係咩同好奇講，就像這因為用版現在嘅，我怎麼嘅現在單身呢？其實係有盤啊，沒冇，我第2春啊，我哋要咩有老公啊，第2次的老公。但你選擇單身，為什麼唔啲啊？有冇講？佢係一個很貼心的人，唔過啊，哦，你貼心嘅人通常懂濃嘅。我所以講嚟，我將來走時，濃濃嘅部分係一種特性嘅部分，濃濃係正經嘅。我打一個比方，好，早前我看一本書，同我嚟看，佢下日做嚟，該採用乜切？你又未香腸切到你下唔要切，條條嘅嘛，大家就講，該酸呢？大棒切啊，大切切，要來咧，係看一本書啊，看冇，8點鐘看冇就知吧，其實跟人們，就倒飯很吵啊，是因為懂多事情是，因為他很追求完美，該到某木槍咧，到某木槍，香腸嘅時是吧？哎呦，幫我來講一擺，我未講我下來，唔係人煮盤咧，唔係人洗衫咧，唔係人掃地奶，你看唔過去說一家做。哇！跟我想問你，假使講你現單身，你知道單身最重要的條件係乜嘢？第1個條件。有錢啦。啊，你看。思想獨立啊。咁話有得這個事業，冇講事業啦，
给他洗好，嘿呐，就给他喷。不管谁来谁嘛，我知道经济基础稳。嘿，我说做嘛事情就不是讲。我们从真正做在开始想，姜 V 的，懂懂。还冇本影片。好，第一题啊，大家同一前，本这个掌声鼓励啊。來，嘿，既然講到大家對愛情嘅態度哦，稍兩愛講下天色咧。哦喲，假設講吼，愛前面就盤，大家知道吼，哪一種方式它好？有錢的嘛，有限，你知道哪種方式它好？哦，你咧有兩種無共嘅方式了，像有啲人要去參加同道嘅活動，就做啲認識到同道嘅好朋友啊，去搞個主動嚟去認識。我有啲人就會做個，哎呦。主動認識然後安排西哦，眼望嘅，好，跟住就會現車講配上人嚟小姐，你就將講嚟差不多點啊，阿叔同大家嚟小姐，嗰度沙考嚟咗嚟問太切架，將會下人一下係樣板認識人啊，哈，呢個方式等下嘅就係親朋好友嚟小姐，第二個咧就係切架主動嚟去認識，喺沙灘啊，又喺講食飯嘅時間，我主動嚟認識，冇錯，從有啲嘅時間因為朋友認識嘛，嗰時候朋友都係同講佢嘅感覺，有啲人就知道講配上人講嘅冇準，係切架嘅感覺較準，就會切架嚟去認識啦，嗬。好，嚟咯，向前車。切架認識，好，認識。哎呦，該配上。做得啦，係朋友小姐就搶前方朋友小姐做得。朋友小姐切架認識就會搶。是演介紹吧？我記唔住錯了未？記唔住錯了未？嘿，我唔知。哇！嚟問一下，嘿，幾條冇朋友，你真係小姐，你個真係好切架。我知道提一提大家吼，按你大嘴骨子，我發現幾條對無強嘅撇心，高薪油。很容易就認識別人，我凊彩講啊，那個三萬個，佢坐落個檔手機都講，排泄哦，做啲熟試一下冇。哦，好幾個，喺切架認識，樣板認識咯。你啊，搞一餐嘅張提供還有啥嘛？23，差唔多30、40歲啲呢個，阿苗誒，阿講我拉邊那度先。有陣時正經想講啊。我愛較浪漫，也係講較理性。不過佢自由神通看到係理性嘅浪漫。好幾個，喺切架認識，樣板認識咯。我呢，你切咁有咩喺團地啊？啊，沙灘，倉果嘅上個班。哦，係講與作為同學。哦，我他料少啲，想問一下好幾個幾多歲啊？唔講係做啥？我看佢差唔多60公歲吧。90兩歲啊？60公歲，90兩歲係都貴下來。幾多歲啊？Q6嚟講87。哎呦！身份證拿落嚟睇。整個行喺大嘅。佢幾係按列參嘅人差不多點最德高望重嘅嗬。等陣望一下，等陣望一下。你今年80幾啊？80幾？86、30年是。看一下。你不是看到很凶色？我哋口技咁重要咧。細孔哦。我的嚴重啊。哦，有搶手，阿公搶手。87歲哦，我希望我87歲先搶安尼。有講你，你搞唔到男朋友咧。有一個嚟講一下，而家講沙灘嘛，倉果嘅工廠嘅常客做地認識。唔看搶我安尼，我滿講幾多歲，都有影響到。冇影響啊！咩冇影響？多厲害年紀，工作上冇關係啊。係啦，我話咩同考期講，用我大家望年我現在講，我請朋友來小姐嚟，搶妹姐。因為啊，客家人啊係好避暑啦，客家人嚟嘅仲係好，仲係呢啲係嗰度黃昏戀，好多水咧。講披薩講法係冇？嗱，客家人唔好摸啦，係啊，親切好唔可以做呢個事情啦。還有一交朋友嗬，佢咪係80歲咧，南門人啊嗬，半陽人嗬78歲，兩沙學社大使啊，一個社團啊，學生氣療嗬是屬實，兩沙講有優惠啦，保密是入學學
是个感情是有嘞嘛，用啥是1礼拜待1次。拜四又叫和谐讲拜四，因为我当熟识啊，讲屁啊，拜四跟他们男生就去女生那边住1个晚上。哎呦，应该所以好呢，因为沙团共享饮食很有共同的兴趣，好唱歌的啦，下台诗啦，跳舞啦，所以共享落去做啦。所以好，然后经验有关系啦。有职业咩用職業咩有關？經驗啊，職業。誰來誰咪經驗有關係。講上床啊來講，是你做乜嘅？你辦公上班那嘢，又係做事業那嘢，該是該方面嚟認識。朋友就會較多啲。對象會都尋該方面。不過夜下睇下有可能出題唱歌跳舞參加社團，咩有啲咧搞嘅名路啊，用名路來熟識朋友交朋友嘛。名路你也有啦，有嘛？咩有嘛？我看名路已經有啊，你順利很多。你上到跳這啦哈，用網路都看不出來是怎樣，你上到樣哎，哎呀，一教了7、8個月。嚇死我！我以為你說7、8個月啦。你真你沒有認識了？認識啊，沒有見面。冇看過，冇看過。跟有看過相片冇？有啊，相片就冇改啦。跟住啊，AI 懂厲害嘅 AI 懂好。跟你用真牙改，你自己用真牙改。哎喏，用真咧，要手工嘅，要手工啊！你講真嘅，繼續講，網絡嘅佢講吼，將按好上嘅嘛吼，你搞一餐嘅爭地講好上嘛，差唔多30、40歲啲呢個，阿苗誒，佢講我拉邊那做細，佢講真是愛吼，年齡不是問題，喜歡互相喜歡就。祝賀，我講。上都有演導嘛？去演導哦，比他演導。跟真演導難，你做部影片，咩講？跟吼一見面，咩一下開始哦，講話開來就意思講吼，騙人家錢的啦。一聽牛逼啦，跟牛逼影片嘛？冇，我冇俾。真嘅，你談到乜該吃到。幾便宜？他會都講哦，你買美金用嘅，用投資用美金，那個乜嘅吼，你就做緊急剎車嘅，就提供下一步會怎樣的吼？你還急？係啊，交通加錢嘛？我哋唔會騙你，凊彩拿。阿珍冇上班時來打工，係咪騙？咧，自己一開始就開始係唔講我愛投資乜嘅，我錢出來啊，跟咧人家網絡咁乜嘅幾多好就寫出來。講挺值的，做再見呢。跟你冇本影片，人朋友本影片哦，真假㗎？真係本影片。手機就本影朋友。咩？那個朋友佢即個搞嘅啊，佢講吼，佢講咁樣嘅樂透啦，咩叫講後生條嘅啦。騙你幾多錢啊？騙咗30萬呢。30萬呢？哇！佢就講吼，佢啲嘅伊冇香港嘅。做嘅那嘛樂透對哦，嗱，佢做樂透啊，佢中獎嘅，全部都投資他有那個門號啦，個號碼啦，有這個內線啦，係有內線嘅。你真嘅佢啊，我嘅什麼啥，我係有隻馬，佢講叫我，佢冇亂講了，我講我馬的事。慢點，他把通風馬來，差唔多點，那可以見我。佢講哦，佢講我論裝訂的水哦，買個水哦，哎呦，佢講了，我就講，都被騙走嘅。因為你下名路詐騙太多誒，財欺人銀落啊！我上擺看新聞啊，有個差唔多70多歲嘅阿婆，佢咩啊？佢去超商愛買東西，最會騙咧，最好騙就係幫我買點數，有冇？有。佢買13萬呢，13萬嘅點數，哎呦！佢就嘟好嘅店員講，奇怪，阿婆都買13萬，唔係農村咧買就算咧，佢就報警察。佢到順咧，我13萬。係啊，所以講睇下有時候要想清楚啦，真件，看到真嘅人嗬，唔該，3萬個啦，好幾個秋麥秋香，哦。啊，你看起來講有演到啦。係啦。不過睇下真件愛多注意啦。係啊。唔過係咩啲你想講，雖然係哦，嗰種較後生嘅小鮮肉，佢會去騙你。會嚇到你哋即係。係啊。咩唔係人講，有陣時候嘅帥氣嘅太講，看3萬個，錯你嘅味哦。咩係呢？我嘛就想去啲，他家想去切嗰種，比自家較後生一些嚟嘅，還顏色較淡一些嚟嘅，還講平態嘅。所以我們
嘛啥？三芒果，三芒果，你想我前几种吼，我安尼较好上家啊，哎呀，还那种平台家啊，哎呦，像安用的呢？哎呀，你哪个问题中了？安用的都喜欢。用板讲，讲啊。多讲一些嘞，多讲一些嘞。唔只有讲我平台较好，还是讲较细较好啊？个性吼，穷下要和合袂来啊，合袂夹袂来啊，真好。嗯，因为你穷下落去都一生人了咩？嘿，离婚啊，唔係好事情啊。嗯，但是你就冇個性冇窮樣嘅人都會離婚啊。冇硬窮下啦，硬窮下落一生人按叫哦。係啊，冇乜嘅。等唔到兩啥。係啊，你就兩個聽一百結婚咩？我都非常嘅珍惜。嗯，你第二個婚姻嘛。佢較細嘛。細還9歲哦。哦。跟人家講，屬實嘅，其他真係窮按講哦。哎，給你下喏。兩下人都互相包容，互相珍惜。求生意志要堅強一點。互相包容這樣就。係啊。佢細按到誰會做講啲懂幼稚嘛？會冇。幼稚誒，你都勇氣做誒，你比佢較大咩？跟唔起反佢，譬如講，雖然佢年紀較細，不過人經歷嘅事情冇同樣，佢會有時是比人較熟嘛。有個講法有道理啊，個性較成熟啊，有冇？唔係，就按講嘅人，兩啥都係各過來人嘛。哎，較有經驗啦。係，較有經驗。係啦，兩都會互相珍惜。一輩子就要互相珍惜。講經驗啊，你講得好誒，迄磨盤啊，真嘅。啊，真人多咯，咩當很孤獨啊。應該講尋到一隻屬死你，你咩屬死愛。係啦，唔過稍後來問一下小妹姐啊，你咩聽錯相信愛情嘅人，竟然係用辦情對象，只有講愛平態，還講愛比人較大，也較細，還講愛有動到經驗。有時吼，是感覺講有感覺出來嘅是這樣，拄到啊，係有感覺講會講得來，講得好，哈，所以頭先你阿睇過講嘅啊，什麼避婚是沒有必要，冇必要啦，啊，你係死台啊，哈，兩沙係合唔來，是兩沙是離婚，那是講嘅避婚叫做畢業了那種避婚啦。哎呀，新的名詞啊，冇必要啦，係啊。哎呦，還講是個名詞。真係聽到。避婚。誒，真嘅呢，應該講有道理。再個加三萬個加講嘅話，我最啲想呢件事情，大家接啲講黃昏之戀啦，聽一百嘅戀愛，有陣時真嘅想講啊，愛較浪漫，也係講較理性，唔過佢自由神通看到係理性嘅浪漫。哦。有冇？浪漫做得啦，較理性對。譬如講三萬個講嘅，佢咩冇唔好，因為了解嘛，了解自家。我知道了份愛熟識人，熟識愛的當然的，因為你冇可能去天拜尋到。你下假設講，你讀到上愛強下考驗出來咯。哦，真嘅。有冇？真嘅讀到是下個人其實好問題就來了，就說搶大家起來。家講到黃昏之戀嘛，天一百戀愛，你係哪一種咧？哦，譬如講家小妹自由講咪講，哎呦，我按到些，我當講，我隔壁鄰舍講按到些，你談戀愛，係你總都衝按春花枝按醬，做咗秋香枝按鳳嗬。你問題係，你啊談黃昏之戀咧，你係哪一種？炒鳳式咧，就我睇鳳，同大家講，我哋用3萬個冇用馬上強下，數件出來，係追求睇鳳，冇乜嘅好建設嘅，天嘅。錯強勢嚟所以講啊，我係咧點點嘅來吼，約會吼，你香嘅點去塗，係本體價冇本體價低，你用啥個嘅好處吼，乾講嘛該，吼，你用啥選擇，風色所以太風，強勢低調，來搶選擇。懂講咧，你懂講。搶籌了，先退下了，先退一下。好，搶籌。冇對同行係咪？哎，冇對同行，我知道假高薪係係。本太價低啦，因為佢行出來太價都低佢啊。真勁咧！捱係捱，捱係捱，按分開來，按真唔會亂七八糟。對方係想去買保險本金，係想去用現實買輪對方。保險嘛冇買哦。你看，我知道假高薪係
本大家底啦，因为佢行出嚟，大家都底佢啊。真勁呢？係冇，好嚟。唔講係你先來摸一下，家下吼一下哦。題目下萬講面哦，其中幾聽咧，聽出我公開嘅三萬個。公開冇仲講咩作者咧？誒，講得好，正義講得好，好冇？啊，所以咧通過考驗都好嘅啊。唔過我知道有一個問題係重要，公開摩擦嘛。唔過大家問之前，你要離婚，你要講嘛？要講，大家問要離婚，為冇？我上嚟講啊，講我要離婚過哦，你做得冇？係，你講做得就能夠講啊。佢係講拍啥麼嘢咯？你要離婚都會講下。為冇？唔得講冇。我係是離婚的10年過後，張叔叔聽一擺結婚啊。哦，佢冇馬查。係啲。啊，我所以呢去接觸都好呀。其實係較八卦一些咧。講。想問一個問題。唔講。當初啊，你喺啲乜嘅情況之下同佢講，我要離婚講？你用上面說是幾久誒？感情幾穩定哦，我哋都一開始就講。本樣都較愛錢啦，佢都來保險。唔講天嘅啊，佢都銀行天嘅。哦，天哦。佢都來保險嘅。啊，就窮下朋友都窮下3早都吃飯嘛，啊都說是啊，3個4個都過來啊。啊，跟你媽幾時就同佢講要離婚？佢講佢一開始啊，佢做保險都啲嘅啊。嗰陣時銀行都上班。哦。嗰時候就唔是少啦，一開始就啲。坦蕩蕩啦。身份證啊，出資啊，同天機都全部。我要什麼商業劍，我咩講俾堂啊好冇啊？佢講做得接書。都做得窮啊！發現到問題咧，對方係想去買保險本金，而係想去用現實買輪對方。保險我冇買哦，冇買哦，冇買哦，真愛。嗱講，我冇嚟買保險當做司機哦。係啊，都當然都係說是哦。我做人生最緊要係，本來就冇乜個標準的答案。做人，你做這個坦蕩蕩、問心無愧嘅事情，我只有正能量出來，出度到真嘅。適合鄉下嘅，係哦係哦，唔過沙下來，你做嚟談困難，西亞妹嘅角度。來啊來啊！邱香姐，你錯咗兩位。你是一個要太瘋同太氣甲講嘅人啊！因為佢家錯咗幾位點點啊，香港。呢個係太嘅比較低調嘅人嗬。行咗兩位來呢，一係講停嘅。呢件事情，人為婚你會嫁，你用乜嘅好頭頭樣樣。真嘅哦。後尾即就講，人係細路講。媽媽要交朋友。哦，細路有蠻講。細路講，你要做乜嘅？你要做乜嘅？你講冇話做盤啊，試講啊講，後來你哋講，你未做的是做的。冇本人騙書。係，係啦，這樣講。我們是土著人認識啊。係。結果細路冇意見啦，我媽媽是有意見。我媽媽講。哦，你比頭隻好當到，係度，所以嘅比較就出嚟。好當到，好啲那邊叫啷講嘛？佢講看顏是啲啊，又有氣質溫文儒雅，就講咪就講好談，講咪好談，就有禮貌。看到我媽媽，哦，我媽身體冇當好嘛，其他都是扶佢去吵，都差不多去歇嘛。反正我媽媽比我還要疼她。啊！哇！真勁呢！原來喺阿妹要愛到啦。真勁啊！古上學太太鳳鳳同太家來做分享。早晚我朋友嗰度，阿妹去接兩隻追思，看到熟識嘅，就小記下，總問找下來。係啊！啊，跟行啲路可唔可以牽數嘛？我呀，佢一天愛啊！會難等嘛？冇聽到啊！八頓咧，八頓，二天要八頓。聽到咧。講白咧，我身體當唔好㗎嚇。係。佢算咧，個皮膚會過敏會害。我其實提講我去北投洗溫泉，結果洗溫泉前時飯店安排好咧，結果我要對到，腳唔可以行。你喺北投該專門上架。係啊，上架。其實為什麼做咩調查？塞條路啊。你所以種行，所以其實種把人種。哎呀，真愛。如果你知道講我本人嘅做分享，大家知道講，唔過鴉片嗬，三手
知道讲冇啦，这个幸福就好嘞啦，哈，点点的又爱到爱你就好嘞啦，康起来，康起来啦，爱来问伊嘅天做爱情，唔过冇想爱本太家己嘅，就冇啫，你很矛盾呢，你天做爱有爱情，唔过做唔得本太家己到。咩人啊是感觉讲吼，两沙交往一长时间，感情稳定了，系有两沙有参相和谐咧，哦，家下韩白安尼样扮演过。好，刚好讲了，唔是跳跳讲啦，係啦，自然係都冇被本人督導啊，本是自然督導係，嗰時自然嘅時候宣照不宣啦，即個點點嚟談戀愛啦，你當好啊，係啊係啊，兩人世界，冇唔錯啊，不過佢喺按嚟談太太去搞分享啊，我就發現到，面對到一個愛情，你一上人嘅想法，就一模一樣哦，有人嚟就會選擇低調經營，好，即個啲就好，一片嚟就會選擇。啊，今後佢係跌到鬼，難定啊！安尼，我生下來咧，你就要來問一下太子家，都大，好，無論係低調還係公開，有一個同現實嘅問題。嚟問一下好啦，起來，嚇，好，加講啦，太過公開嘅，嗬，我要亮晒，嚟問一下現場哦。根據你心理嘅想法啦，先不要提咋哈，兩晒喺強下嘅，坐牆式嘅咧，係你同技術好，唔是一種字，你講好就好，兩晒強下，右盤，右盤最重要，坐牆式，坐房式嘅咧，係講哦做唔得咯，我補妝哦，我三萬個按票片，本拍實搶這樣嘅事，你登記。愛藝所以有名分，係你好。先講哦，係啊，太子家成軍都上嘅哦，唔係問講而家係有一定幾哦，可以成軍都上嘅哦。好啦，搶先出。男士同呀。其實好像有脈絡可循呢，坐一下，我想一下，你看有的，應該有冇問題嗎？有脈絡，我來談一下，因為你看啊，兩片係公開就我唔講啊，登記就登記啊，你點解意思冇？我知啊。轉到兩位，我先嚟問一下，帶強下之後，唔是這種字，好，嚟問一下小妹，小妹姐，我感覺啊，兩沙即個經濟啊。經濟穩定啦，啊，即個雙方又有家庭有子女啊，係啊，了你係講有嗰種錢啊，嗰時會係咪有問題好睇啦？係啲咧，係嗱，遺產不好算，係嗱，遺產嘅問題啊，錯冇啦，係啊，經濟嘛，哦，講鴉片蠢動動，你看何止個咪吵架？係哦，係嗱，兩沙天一婚嘛，你有嘢錢，我有嘢錢，結婚你都要夾強下，係有乜嘅事情嘅時間，兩片的字哦，擺不平啊！唔可以有問題啦，唔過生下來唔可以來問一下存法者啊，唔咩係嗬，帶強下就好勢咧，唔是登記哦。你們有治安、道安、兩山，你嗰邊那個本唔平，嗰邊那個設備來，一邊有設備你都冇辦法的，你買財產是難本的，我響你上大批包，我上搶，所以嗬，贏係贏，捱係捱，按公開來，按真唔會亂七八糟，識鬼嘢真唔會。咁佢成個，哎呦，你個狗啊，你個狗啦，你講夾實本而偏槍槍，可能樣夾實。有其他組合。已經有5個成員嚟愛本咧，夠唔得清楚咧。5個成員有設備順咧哦，都是家己朋友行下度兩殺，我搶唔搶？所以樣嘅上就講啊，一個嘅做題咧較好，而家個錢樣嘅錢咩錢冇到按好嘅。嘅係呐。鴉片就會輸好唔好，冇想會本來本意嘅。你阿 V 來咯，你阿 V 哦，你阿 V 太房房，好太房房，來，三萬個。登記。對啊，一定要登記啊。因為我係基督徒，冇登記冇結婚是做唔得，衰強下哦。加充甜咩？結婚就衰強。再個講，我啊，人啊本樣一冇乜嘅財產啊，冇乜嘅樣嘅問題啊。佢本咧都本好誒。我啲。啊，你阿都兩沙強下相扶相持，都老誒。照顧嘛。係啊，你凡事人細來人都養，
乜個事情你攏用佢咯，乜個事情都冇。係啊，你有咩種方法㗎？先講好，先本好啦。而係講冇一本咩唔怕，我出生已經結婚。係啊，我之後就是接講嘅名正言順嘛。係啦。做，係啦，唔驚。有經驗啦，重點係有承諾啦。係啦。唔講嗬，剛下上網講咩要講到一個較實際嘅嗬，我以下睇切㗎。嚇，因為叫做。要登記，張做的衰窮下，啊係要動好奇，當而家在年歲衰窮下有重要嘛？什麼上網講冇，幾天重要啊？幾天重要？問何止？竟然唔敢問，啊，請問一下，何幾個？請問一下。何幾個？來啲唔是，捱來出口，唔錯。請問一下，南美人嗬，隨時都做得。按上網，做得好戲。要按好字。所以叫下有創業冇？有嘛？哦，當然你懂。做得出。冇怎麼分廠？冇啊，佢同人哋講，佢隨時都得起來。呢種咧，嗱，係講下冇談到，唔怕。像你中年人，後生人，然後像我按老人嚟講，啊，所買嘅錢，細買，所買嘅錢細來，啲重要係乜嘅？所以強下。好啊，你講錯嘅，幾個講，錯嘛？所以強下。人講係雖然講，後生人、中年人冇問題，嚇，該方面嚟講啊，像我按老人，絕對是有問題。啊，但是呢，做人講係衰窮下，衰方式，愛嘅方式千多種。當然啊，講得好，好，唔該，有一陣而家做種台上係咩上嘅問題？陳八字要好看小鮮肉。頭擺談戀愛要看廿愛面色，廿下談戀愛要看生年的面色。出去了，因為啲億萬富翁啊，佢好有錢啊，我們要問啲面子啊，什麼啦？該方面嚟講啊，像我按老人，絕對是有問題。啊，但是呢，做人講係衰窮下。衰方式，愛嘅方式千多種。當然啊，講得好，錯嘛，好，唔該，有一陣而家做種台上係咩上嘅問題？陳八字要好看小鮮肉哦，所以佢下重有冇？就是小妹妹一分廠誒，冇佢講先少講啊，衰窮下。一陣嘅衰200衰窮下，後來節目。哦，做唔得繼續問你哦，我係想講。問最尾題。徐紅姐，對細妹嚟講，黨唔重要。對細奶嚟講，黨重要。黨中正其他人用要發現其實有差唔多六成嘅熟男，佢會因為講我冇需要，譬如講好幾句講我多啲人言所以冇錯，唔好講六成當多，其實係有細妹係七成，就像家徐紅姐講嘅。其實我知道冇重要。沒啦，因為我是喜歡寫文章啊，比較偏向就心靈。對。啊，男人不一樣啊。有時是現在係感覺性的動物。對。所以我其實哈，我哋一禮拜讓見我老公一次，因為佢忙退休嘛，佢都台北。我老細有叫我帶上嘛。你遠距離戀愛呢？沒戀愛啦，是講我哋見面嘛，是講我當時喜歡他在外面工作，我一禮拜哈，我過不了3、4、5、6張啦，讓我上去落去買菜啊，所以大禮拜上去啊，我今日講到死人台都有收睇。好害羞。10個男人9個男人，心靈的成分沒那麼重，真嘅講。哎呦，唔講我做嚟談到
按设计嘅想法，你咧什么台词搞什么台词。哎呦！当好啊，表示人差不多点头前，大家大嘴骨擘开法律都会讲。係啦，不過輕重要嘅事情就係講，你用上嘅身體啊，吼，下邊動喎，你用上嘅大嘴骨，有辦法有把好講冇啦。我寫下來咧，有一件事情就做得順到清清楚楚。係唔通到係吼，頭家人最重要嘅物嘅實際，加存法者就要講本錢啊，本唔存啊，因為寫下來嘅題，就講最實際嘅、最敏感嘅、最錢。朋友來，好，落來盤啦，吼，本人們。落來盤啊，嗬，嘅錢都係我上萬元嘅啦，因為都壓下嘅年勢，每上年都差唔多要到累積咧。當然，我將你有上年清清白白在一起，叫下來做大兵啦，嗬。我假使真經講到錢嘅時間用辦法哦，逢色等你嘅咧，嗬，就代表咧睇自家嘅錢。我合強下哦，逢時咧合強下，夾強下出錯嘅。冇錯，冇分唔記啦，捱記啦，按你較搶正經嘅業務扛人嚇，啊強勢咧，嗱強勢嘅等你下就做個冇，錢我算清楚。係啊，分開咗，循法者你講，捱哦。冇錯，好，兩片嘅等你搶大家現車，來，聲音，哎呦！叫強下用，哇，國際嘅。我們看起來最有錢嘅，好，我們何幾個？對啊，我以為何幾個應該籌幾片。籌咧，你用慢慢籌了，比如講，你分開來。按年紀嚟講，大部分經濟嚟講話都切得幾有錢，係啊有錢。嗰時候分到清楚哦。比如講。那以前就下次給他10萬塊錢，你當然幫忙係出幫忙，當然要出，當然要聽出。但是你既然有窮下些，你有沒有出？看情形，當然。看情形，不過大部分行係愛分到較清楚嘅。係啦，佢主要講你有冇錢，睇下出，係人講要 keep 用。到錢結果冇嗰種嘅咩？睇人係點解意思？所以講商家講意義嘛，你只用一下很多錢嘅做嚟成幫忙，唔過你自己咩要出，人意思係你嘛。好，嚟講，我三號人股市一撒錯你了未有？對啊，就用這樣按開房哦，是共享派哦。共享派裡面我當做是結婚，當做是離婚，所以我都講你啊，共下30年呢。我們都有彼此的信任度嘛。哦，信任啦，都了解按多年呢，全部愛幹嘛。跟你要講啊，我們將愛就簡簡單，我所有的那個攏做好咧，比如講。所以愛家全部學台咧，孫女來吐台咧，所以所有錢全部愛都係規劃，佢有幾多錢是搞幾多錢。愛啲咧啦，因為開條嚇吼，佢就會拿定一個按到錢本記，你用上英語講下講唔得清楚，嗰時候聽錯係共享派，唔過啥啦就嚟摸下手摸這咧哦，手摸這個想按浪漫嘅語言講為共享派呢，結果你喺現在各自搞定。我剛剛沒有搞清楚你嘅題目嘅問題啦，係啊，我要講你嘅財產樣辦啦，係啊，我以為是財產，係啊，你講嘅係講出去了呀？唔係，主要講你用啥窮下嘅，你存你嘅錢係存我嘅錢啦。當初有參相好寫的啦，雖然你下問題冇咧啦哈，有參相好寫的是講出去了。因為佢億萬富翁啊，佢好有錢啊，我們要幫佢免職啊，什麼啦？他每一次消費，他都主動去結賬，哎呀，那我們就不跟他搶了。好，對呀，我就不跟他搶。然後呢，我就用買包裝品啊，吃的、用的，或者說保平安的。我聽到鴉片啊，有感受到咧，嚇。有冇講？小妹仔咧，佢咩算係嗰種 AA 制，啊唔過朝向這就冇強用咧。而家真係夾強下，真係夾強下。係貴翻個。真嘅咧。哦，講到錢咧，要講到感情咧，他撒下嚟就講喊他創業嘅。哎呦，所以字有冇？介有一屆來冇嘅記，沒有一屆來冇嘅，來放起來。頭擺談戀愛要看廿愛面色，廿下談戀愛要看生年嘅面色。生年，係啊，家3萬個主要講啊，我其實睇方，我專業我生年工作的，我就做的。好，
接下来就来问太子啦。即係講新年嘅國土有蔥油無啦，嗬，新年嘅竹本就有蔥油無。喺個吃到講有蔥油哦，佢個卡嘅年啊，放放糯糯，安尼當蔥油，好，佢就搶錯搶色咧。唔過有人咩會想講冇，我知道講嗬，我自家幸福卡蔥油哦，佢就錯黃色嘅燈咧。哎呦，你聽我唔敢看。搶先車。給我幫你同一下，對，做唔得看，做唔得看。這樣問一下，你同看到橙色嘅燈嘅卡度，還係紅色嘅卡度，幫你同。我吃到係，我知道橙色嘅呢。像東東，你看像家春發這牛講，哎呦，我錢分唔純橙啲啊，聲嘢哈多啲啊，聲嘢哈。靠實係橙色，唔講你知道講橙色多幾多呢？那個比例大概是多少？就總共誤上你聽聽，你知道？3:2吧。3:2。係啊。唔錯。真㗎？唔過來看。哎呦。哎呦，哎呦，整個行喺價嘅。我想講3萬個不錯咧呢。係啊。哦。係咪知道講3萬個？3萬個要談詳細題目嗬。有哈。你感覺挺重要。好。自我優先，哎，何吉哥啦，何吉哥，來講一下，你這家錯咗片來呢？你有冇特別想講？哦，我身上係這家。你同我跟人嘅形狀有關係。哦。後生嘅時節，結婚嘅時節。係。不用來青春了，我一天一半來嚟讀大學，大學讀出來，社會做事情，你下佢全部都按天嘅。啊，自家做得，係，佢自家個應該仲係，所以你下人老人家嘅說留本，我有錢，所以人嘅錢。你下是愛自家用，係啦，其實做講人生下半場嗬，愛俾自家來過日嘅啦，唔當係生活也好啦，還講感情也好啦，唔講好一片，比我想象嘅行較多誒，我真見我老豆講，從一下有錢有時間咧，感情應該會想愛自家來做決定，但冇想到喺做自動創業，唔會一下抽象者啊。我哋公司當上來 sale， 是設想一家 sale 一樣嘅。那佢該阿冇 sale 啊，佢該配你冇 sale， 佢冇結婚因為有 sale，所以他全心全意就是為了我這個家。哦，啊，不明我來偷朋友，跟用孫女沒給脫胎啊，該哪有可能講，他就把他當做自己的爸爸。係啊，雖然他跟他爸爸感情也很好，親生的爸爸。就多一個阿爸啦。對啊，他唔過我想去問啊，假使當初啊，佢同人來啊，嗬，感情冇按好嘅話，應該考慮同佢 say goodbye 冇？後生嘅時候談愛應該唔會。唔會啦。會化名為愛。意思講咩從幾片給你啊？可是化名為愛的意思是我沒有要跟他分手啊。但是小孩子雖然我沒懂依賴佢啊，兄弟啊，公園包紅包唔是少嘅啊。當然談今日泰國太子咧講，天意拜戀愛，應講天意春啊，你30歲哦，對斯坦人嚟講，唔單止係浪漫嘅戀愛，係那都係對人哋生命質感嘅追求。不管係單身，不管係追求愛情，重點係乜嘅？愛吃菜。啊，吃菜青蔥油啦，係啦，你特別就會講啊，老來伴，其實我嗰隻伴一隻是一隻鹹啊，或一隻是不見得係法律當紅嘅，有陣時就會講啲人嘅朋友啊，做得大嘴股嘅好朋友，嗰種輕鬆出軌、強下出意料嘅下台時嘅啦，係啊，其實嗰種幸福感嗬，唔會離開到自家，就會最真調嘅安排。正經，好啦，人生下半場同樣當精彩。希望泰國太子來啲位，假使講呢，難啲現在路況分享到人差不多點，向下留連線，等你都落線，上來了。做龍太監。泰國什麼嘢？我聽過啦，聽過啦，謝謝。